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非常之震撼嘅資料。早兩日我喺一個英國嘅學者叫 Matt Gowan 出咗一篇嘅文章就入邊有10幾個數據其實全部都係英國內政部靜靜雞放出嚟嘅，但係政府就冇同市民係講清楚嘅。咁所以今日我哋就要同大家講最簡單嘅方式係同大家睇清楚點解英國咁亂同埋咁失控嘅。第一就申請庇護人士嘅人數，咁即係意思係非法移民啦。直到2025年6月嘅時候總共係有111000人係會申請庇護嘅，咁即係所謂 asylum seeker，亦都係紀錄以來係最高。咁呢個數字比Tony Blair 嘅時候嘅難民潮係更加嚴重嘅。咁大家成日就覺得啦，點解街上咁多人點解社會咁緊張呢？答案就喺度啦。而酒店收容嘅難民嘅人數，咁2025年6月亦都出咗一份報告係有32100人係住緊呢個難民酒店嘅，咁係比咗上一年增加咗8%。大家記唔記得工黨上台嘅時候就一直話一定要減少用酒店咁現實係冇減而多咗。第三開支啦，單上係上一年嘅年度政府為咗處理係難民嘅庇護危機使咗47.6億英鎊嘅。呢嚿錢就等於係用咗喺85000個警察度，或者係俾1600萬老人家係取暖嘅冬季嘅補貼嚟嘅。咁而家全部呢個 budget 都用咗嚟搞難民嘅住宿。咁第四，偷渡嘅數字啦，過去一年用小船啦或者係非正規嘅途徑入嚟英國嘅難民係增加咗27%嘅，總共係49000人。咁同去年比係根本係已經增加咗一半噶啦。咁工黨口口聲聲話要打擊呢個偷渡集團啦，但係現實係根本冇做，而係嚴重咗好多。咁第五依家嘅趨勢繼續啦。牛津大學嘅移民嘅教授就係觀察咁話，如果2025年嘅小船嘅偷渡人數已經突破咗歷史上嘅紀錄噶啦。咁有學者仲講過如果要依家咁嘅平均數字繼續落去等到下次大選即係2029年仲會有181000人嘅非法移民入嚟。六啦，長期簽證嘅性質。咁其實大家以為長期簽證係俾人嚟打工，錯。咁其實上年所有嘅長期簽證入邊真正嘅屬於嘅工作簽證只係屬於14% 嘅啫。咁其餘全部都係家屬啦、學生啦同埋難民。經濟點樣健康呢？如果佢哋唔工作嘅話，咁大嘅 percentage 即係咁大嘅因素都係因為佢哋唔做嘢。英國根本就冇吸引到合適嘅勞動力。偷渡者嘅國籍，最新一波嘅小船過嚟係最多埃納特利亞啦、阿富汗啦、蘇丹啦、索馬里啦同埋伊朗嘅人士。而去年獲長期工作者嘅簽證嘅頭20個國籍入邊得一個係歐洲嘅國家，其他都係得3個係英國講英文嘅國家嘅啫。其餘其他嘅國籍主要係印度啦、巴基斯坦啦、菲律賓啦、索馬利亞啦、孟加拉啦、烏茲別克啦。大家試問一下啦，其實咁樣落去英國嘅文化根本仲係唔係英國呢？第八啦，難民嘅分布嘅地區咯。全英國每1萬嘅人口入邊收容最多庇護申請者嘅地方依次為 Hillingdon，我就講英文嚟嘅話俾你聽個地方啦 ，Hillingdon 啦、Glasgow 啦、Hounslow 啦、Edinburgh 啦、Belfast 啦、Burley 啦、Derby 啦、Roehampton、Sandwell 同埋係 Stoke-on-Trent 嘅。咁全部都喺倫敦內，大部分嘅外圍城市同埋小鎮係受到影響嘅。咁第九啦，好多嘅難民屋，所謂嘅 HMO， 咁最多係分散性嘅安置。咁多多戶型嘅出租屋嘅地區係有度啦 ，Belfast 啦、Liverpool 啦、Coventry 啦、Birmingham 啦、Sandwell 啦、Nottingham 啦、Cardiff、Wigan 同埋 Leicester， 咁全部都係喺倫敦外邊。大家可以想象啦，如果做所謂嘅難民酒店慢慢被關閉嘅話佢哋全部搬，如果佢哋搬入晒啲難民就搬入晒啲社區入邊嘅屋入邊就引發起大部分嘅民眾抗議㗎吓。第10啦，有一個數字就令人震驚嘅，去年竟然有15000個學生攞咗學生簽證嚟到英國之後就再申請庇護嘅。咁咩意思佢哋攞咗學生簽證之後做咗學生啦，然之後就做 asylum seeker， 咁佢做 asylum seeker 就可以有免費教育啦。咁當年我哋供大學供得都咁辛苦用一個海外嘅留學生嘅費用其實都係廢嘅。總之你係要報做難民就得噶啦。就即係話教育制度同庇護制度都俾人玩到穿晒窿嘅吓。總結嚟講10個數字講到明一樣嘢，英國嘅直移民同埋庇護制度已經完全失控啦。呢個 asylum seeker 呢個制度政府係冇解決問題，係就係煽風點火、刻意隱瞞。
淡化呢個數字。市民想知道真相咧，我哋咧係右派啦，就係散播假消息嘅。咁呢個數據咧其實唔會呃人嘅。咁呢個事實其實亦都係 Home Office 咧就出嚟嘅啲數字，但係只不過咧係淡化晒嘅啫。11,000人嘅申請嘅庇護，47.6億嘅開支，49,000個小船偷渡。咁呢啲咧唔係謠言，亦都係政府自己公布嘅。咁問題係咧，英國政府咧仲有冇能力咧去管控呢個國家咧？咁又或者咧，其實佢哋唔想管咧？覺得咧你呢個數字咧 O 唔 OK 咧？你覺得咧係需唔需要難民嚟英國咧？歡迎咧喺下邊嘅留言。再見。